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5周年，由受难者的家属所组成的天安门母亲也来举办这个纪念活动，要求中国政府来公布死亡人员的名单，也要公开来核实的。也那民间团体华林民主学院，这回也特别邀请台湾甲香港的艺术家来7月35周年的艺术展览，展现无放弃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战车驶过去，10个人徛在头前阻挡。这是六四天安门事件，学生百姓遭到武力镇压的血泪历史，留来鲜明的见证。35年过去，死伤者家属组成天安门母亲团体，举办9年节。在此向他们罹难35周年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无尽的思念。遇难者亲属无法度出来，暗过一摆向中国政府要求罪名事实加公开回释的。以政府的名义向全社会公开道歉，还我们公平与正义。六四35周年进前，港大艺术家受邀参加生死存亡艺术展，这把最个心中的星星总会落落来作品，是香港艺术家刘学成将老爸迄时阵收藏的文汇报六四特刊来改创作的。5个星星有1个大，4个小，所以你们就会联想到是什么国家的一部分。我的相信就是，星星不会永远在天上面的。捌参加香港战争运动的蔡志豪用装置艺术展出迄几年都车路的布棚，讲用体会为争取民主奋斗的心情。去那个天安门的那个学生说是买丢体那一句，那个心情突然间就领会得到。但被雕塑家古地外作品《体育条》，这摆在台湾展出是3D 列印。原本展示香港大学校园，这几年互港府拆掉，调整歪曲痛苦真相，用定六四，遭到粗残镇压的受难者。记者综合报道。